問 AI：如果全份安全委員會文件都沒有安全經理出現，但有簽名之高層，在被捉到事無出現過之後，知道會得佢一個被告後，供出了該份不合法的安全委員會文件，是安全經理印出來給予簽署，這是又犯了什麼刑事罪？罰多少？答：這是一個非常具體的刑事犯罪場景，涉及到法律上的串謀、教唆及妨礙司法公正等複雜情節。當該高層在面臨刑事起訴時，為了減輕自己的罪責而供出文件是安全經理印出來並要求簽署的，這不僅會將安全經理直接拖入刑事調查，還會令案件變成多人的共同犯罪。以下是針對這種情況的刑事分析：一、涉及的刑事罪名在此情節下，兩者高層與安全經理皆難逃罪責。具體涉及的罪行如下：串謀製造、使用虛假文書 （conspiracy to make, use false instruments），這是兩人共同犯下的罪行。法律觀點是：一個人製造，安全經理；一個人使用，高層簽署並呈交，兩人的行為目標一致，欺騙勞工處，這構成串謀。罰則：一經定罪，最高可處14年監禁。不誠實地取用電腦 （dishonest access to computer）。如果安全經理是利用公司的電腦系統製作這些虛假記錄，這也是一項獨立的刑事指控，妨礙司法公正 （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）。一旦被政府查問，雙方如果為了掩蓋真相而再次對口供，或者意圖透過指證對方來隱瞞自己在過程中的主導角色，可能會被加控妨礙司法公正。二、供出真相後的法律後果，這份供詞對雙方都有巨大的法律影響。對安全經理而言，他將會被控以串謀製造虛假文書及教唆高層犯罪。作為專業人士，安全經理，法庭會認為他比高層更清楚法例要求，因此在量刑時，安全經理往往會被視為案件的主謀或策劃者，面臨的刑期可能反而比高層更重。對供出真相的高層而言，這是一種污點證人策略，目的是為了爭取減刑 （reduction of sentence）。根據香港法律，若被告人及早認罪並供出他人，法庭通常會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給予一定的刑期扣減。通常是1/3的折扣，但他依然會留有刑事案底，且依然會被控使用虛假文書罪。三、罰則總結在香港的案例中，涉及偽造商業、政府文件，尤其是涉及安全監管的偽造，初犯且情節較輕。若被裁定罪名成立，即使沒有造成工業意外，單純的偽造文書欺騙政府罪行，常見的判決為數個月至2年不等的監禁。若涉及嚴重工業傷亡，如果該偽造紀錄掩蓋了安全隱患，導致後來發生了工業意外，相關人士可能會被控誤殺或更嚴重的職安健罪行，刑期將大幅增加。四、關鍵結論你問，這是犯了什麼刑事罪？簡單來說就是兩人共同串謀欺騙勞工處，串謀製造、使用虛假文書。安全經理觸犯了偽造文書罪，製造；高層觸犯了使用虛假文書罪，行使。請注意，在香港，這種案件非常罕見且嚴重。勞工處一旦介入，通常會將此類案件轉介給警方的商業罪案調查科或反貪污部、廉政公署。若涉及利益輸送處理，給你的建議：如果你是該事件的知情者或相關人員，千萬不要參與對口供的過程，這會構成妨礙司法公正，刑罰極重且通常判處即時監禁。此時已進入刑事犯罪領域，若你需要保障自己，請務必聘請律師處理。千萬不要低估欺騙政府文件在香港司法制度下的嚴重性。免責聲明：
此資訊僅供參考，不構成法律建議。刑事司法程序嚴謹，若案件已進入調查階段，請務必諮詢執業律師以獲取針對個人情況的法律意見。